来看到这查甫人，敢若因为啉烧酒醉，伫台北捷运站的车厢内底，伫咧大细声，害真侪人客惊甲破胆。这件代志发生伫拜六暗时8点钟，迄一天拄好爱上班。这只台北捷运列车驶到关岛站的时，车厢内底一个差不多60岁乌医生，敢若因为一个啉烧酒了后，一直咧大细声屁屁叫，还佫乌白等物件。内底人客大家紧张甲赶紧通报站长来处理。该在上尾这查甫家己落车。 一个穿黄色衫的查甫，伫咧捷运的车厢顶悬不时咧大声嘿嘿叫，佮规分处拢是臭酒味。民众发现讲无对同，赶紧来通报这个站务人员。这个查甫一个看到站务人员，伊的情绪煞变甲更较激动。 民众看到这个现象，拢唔敢伤过我。车内一百年啊，煞感觉足紧张的。这名酒醉男子在车厢内大吼大叫，当时有夫人也在车厢内，吓得想跑，却不能跑，整个大家一同往后移动。会害怕，所以我们坐捷运，我们都很害怕。 代志发生伫咧初五的暗时8点外，伫咧捷运关岛站往淡水的方向，一个差不多60几岁的查甫人，敢若亲像是啉酒醉，伫咧车厢内底乌白现物件，边仔人客发现了后，惊到好起卡就紧走，嘛随去通报站长。确认是一名年约60岁。 有喝酒味道的这样子的一个男性旅客情绪不稳，站长呢随车紧接到了竹围站，由站长陪同这名旅客出站。平常搭捷运的时候就要多看看旁边的人嘛，对，就是多关心旁边一下，不要一直滑手机。这个酒醉的查甫伫咧捷运的车厢咧起酒癫，代志发生的迄天拄好是拜六的补班日，坐捷运的这个人客特别多。加载讲无啥物大代志发生，不过安尼嘛，互人客惊到要嗨去。 记者综合报道。